立委陈廷辉表示，伊家己甲陈怡贞议员推动北区地方创新计划为无到有，自一开始协调铁路局土地，交由国有财产署管理。卫福部也联同补助3楼甲5楼大塑型长照计划，由社会局依据台南市长照政策调整送信计划。想袂到这几个月，因为土地问题，公文来来去去，公务人员各自为政，浪费真侪时间。为了缩短行政程序，立委陈廷辉邀集相关单位讨论，望卖阁卡关，会当早日启动这项计划。今仔日会约咱国发会啊，佮甲咱的卫福部落来到咱地方甲着咱的国产署以及咱地方政府去讨论咱这个创生整合型计划这是长照，这等于是我们长照2.0在台南非常大的一个案子，而且是创生型的，是上位，所以在第一时间是从无到有，那个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困难点，从土地要找寻土地，然后由台铁把土地释放出来，交由给国有财产署，就是要去做这个创生长照整合型计划。然后呢，再核定计划、核定预算。那因为是由国发会做一个上位，所以等于是有土地之后有经费才能够去做执行。但没有想到说，在这一段时间经历了好几个月，居然还是在卡在程序上的问题，然后公文来公文去，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遗憾。所以今天我才会这个立即邀请这个国发会跟卫福部跟我们地方政府还有国产署，大家看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然后赶快让我们的创生型计划，尤其我们这个是结合成大医院的这个老人医院，那成大医院的老人医院已经在动工了，那我们在当时候其实是市区里面唯一一个创生型的计划，这是很难得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个动土的动作，所以我想我们会加紧脚步，然后希望大家这个公务人员不要再各自为政了。除此以外，针对长照创新整合性服务据点钟楼里、信安社区活动中心长照据点、华德社区长者日照活动中心计划，因为物价波动，完不了起价。因新厝多侪建造成本，陈廷辉甲陈怡贞同款趁着这次会议，向卫福部争取补充经费。因为物价上涨的关系，所以包括这个圣安社区活动中心还有这个长照创新整合型服务据点，都遇到了这个经费其实会有严重不足的问题那也刚好透过今天会议跟国发会跟这个卫福部来做一个反应那他们也立即回应说，希望他们可以修正相关的计划，也会把这个经费来补充来减轻地方政府的这个压力也加速让整个计划可以完成。未来北区不仅有长照创新整合服务据点。阿嬷你看市集，信安社区长照服务中心据点、大河社区长照服务中心据点、正佳里活动中心，还有华德社区长者日照活动中心。未来北区将会是上完整的长照示范区域。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贞希望这个计划会当加速执行。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